你讲个，你上上海夜市拖不到，咁么我现在代替上海夜市，你下讲，侬我上讲，两个有点知道说，丰富业余生活，别说万银花。来得当我一样的呢。人家问我泡四梅子，你泡啥？我讲今天泡西师傅来寻侬。对，啊对。像你说你再做5个麻将，你说10块要泡出来寻个？你是个样样子侪做个，如果在农地种路个。我不大，小水饭呢，不是也是啦，弄得人穷开心，也是我爱做个。因为说特色做两个子开心呀。那你黑子那不是落下来忙了晒放？那个不找开心是不怕举牌嘛。那么你晒大夫忘记脱我个。关在台上走去，侪是青来风雨之吃面。看电视。还到个。那。到哪？高中辅导到本人。不来当少年，来当少年。你非要关心着。你屋里开麻将馆个？60块一张，电费、书费，那么在毛店书局外头歇歇，毛店电信外头歇歇。我嘛稍微在3点，陈老师同学嘛也是出来还旅游了。哪个里晓得？303几。所以我总不能讲对不对？你讲海人吃面是我50个海人。50个什么年轻个噻？5个还去干啥？50个人剩50个人，一道回答说最头一桩事体，谁是海50个人在风雨之吃面？